村的孩子都跑过来聚集在这里。เดี๋ยวบุจอนแล้วค่าเดียแล้วมีมันก็อ้วนได้เที่ยงตัดเดี๋ยวค่อย58 โลตัดสินะค่อยปกติคนแต่50 51ไอ้ยังปีนไปทางนู้น ยาแพรว่านี่กินนมมึงบอกยาแพรว่า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ว่าพัดลมส่งไว้ยังบ่เสียงเหมือนบ่这是外婆第一次给中国小外孙喂奶，外公呢正好是去干活了，还没有回来呢。มันจ้อยเราเลยนะ这小家伙回去了1年，在中国待了1年，回来之后连自己小姨是哪个都记不住了。刚刚还跑过来问我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这个人是谁？”1年不见，脸上的都比表哥都高了。大好还得。นาโอ้บ่แม่นอะไรเลยอ่ะ来，母子给拿上，给拿上。这也是小姨妹。ขนมมาวันละกระมงเทศกับปู่ขนมมาวันละกระมง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跟东东刚结婚的时候还抱到手里面，小小的，现在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知道害羞了。trời đất来，萌子，萌子，来给那个姐姐。给那个小姨，一回来你的辈分就变小了。小姨的好朋友。外婆还不让小姨抱手，还小你不能碰。哎呦，满眼都是。啊，小鲨鱼。一点都不害羞，谁都给抱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原来是一点都不害羞，谁都可以抱。公说这个灯管太暗了，小外孙回来了，要马上把这个灯给换下来。全村的孩子都跑过来聚集在这里。中国孙子成了村里面最大的明星，大家都围着他转。好了。ค่อยไปซักเครื่องเอาอมดูค่ะค่อยไปเอาเสื้อเปลี่ยนของเก่านุ่งเสื้อเอาโบเบิ่งยืนกันดู你看，1年不见，小姨都比姐姐长得高了。今天大姨娘亲自下厨，做老挝最地道的一锅叫凉拌生牛肉给我吃。中国外孙第一次回来，所以他们要亲自给我们下厨，做最地道的老挝菜。小姨剁的是辣椒，然后呢，他把这个生牛肉剁碎了，等一下拿这个豆芽来凉拌。这个菜呢，平时是东东最爱吃的一道菜，这也是老挝很多酒宴上的主菜之一。这就是外嫁媳妇回来的待遇。哎，这小家伙回来这边没空调给他吹，刚刚睡着了，热了又醒了。ไฮโซหอนไม่ยอมให้มันหอนคือปะ好狗不爱老挝的乡村啊，天空还是很漂亮的。这就是傍晚的老挝农村。景色真的特别的美，因为我老婆这个村是老挝族，
所以基本上都是这种红顶的瓦房。在老挝这边的话，大部分农村的话，还是像以前中国90年代、80年代的时候一样的话，都是用这种柴火灶。这个厨房里面满满都是烟火气息，特别像小时候的农村。那时候小时候的我们自己家的农也是这样煮的这种柴火灶。อันนี้มันย่างมักต่อยเลยเขาเจ้ายังบ่ทันเอามาฮิตซะเถอะ村里的道路的话，还就像我们是小时候的那个泥路。东东的话还特意给他们的面给表姐的孩子买了衣服回来。小家伙太开心了。พอดีแล้วบุญน้อยกับน้องใส่ชุด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เลยน้องก็110买回来的时候还担心有点小了。OK 不？你看这小家伙一回来跟着两个表哥一起玩，开心的不得了。ห้ามอันไอไพ่ภาษา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ทั้งมันบอกว่าตีนี่คือ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เราไม่ขึ้นบอกเลย这照饼ไว้ดีๆให้เขาเนี่ยเราให้จ้างบ้านก็เพื่อนOK。你黑了。你看，一到傍晚，村里面还有这么多小朋友在玩耍。一看到拍视频，不好意思，全跑了。这样的场景现在在海南的农村也越来越少能看得到了。小姨妹现在长得都比姐姐高了。老姨妹。现在老挝这边的农村的话，家里面的孩子还很多，所以的话，一到傍晚，村里面还能听到小孩子嬉戏玩耍的声音。像我女儿的话，在家平时村里面很少有孩子，就算有的话，他们大部分有时候父母就带去海口、带去文昌的城里面去玩了，所以能在一起的小孩玩的都特别少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在老挝的农村里，还是有不少孩子的，他们可以一起玩耍，特别像我们自己小时候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点个评论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